在这个假期中，实在是每天与我们同在，不管在教会或在营会当中，主都来掌权。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呢也要来一起先来祷告，然后我们来看神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经历过去的点点滴滴献上感谢。主，你都在我们分分秒秒里面。主，你更是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在生活中，在体验，在与神与人当中，我们更多的自由，以及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丰盛人生。谢谢你，求神你也继续带领我们，主圣灵，主你透过今天你的话语来使我们跟你的关系更亲近。主啊，我们要在这里跟你相遇，恳求你的话语，恳求圣灵进入我们的心。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今天再度的回来哦。我们虽然营会有的人可能没有参加到，但是没关系。我们每一个礼拜六，我们晚上5点，我们可以有小组的时间。我们会把我们所领受的这些，我们会透过同工，会每个礼拜会透过小组也带给我们。最快的就是下个礼拜，等一下会为这个来广告哦我们下个礼拜会有很多同工把他们所学的来做一个广告，要在报告的时候好不好好，那我们呢是要先来看上帝的话语。好，今天呢我们要透过诗篇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来，请。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时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口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一段的话，就是在开学即将的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的人生像一条路，很多人都在形容自己的人生像一条路，像一个旅程。我们就是一个旅程接着一个旅程，可能有日光营，有冬之恋的旅程，然后又有神研班的旅程。今天可能有的人又要回去他的学校，他又要开始一趟学习之旅。在你要往前的时候，我们要来想，你要往哪里去呢？你所要往的，你有没有找到路标？我不知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会看地图，但我不知道你的生活、你的人生，你要去面对的，你会不会看地图？还是你用指南针？还是你用什么？用什么卫星导航？然后你会发现，卫星导航带你去迈向太平洋。传道有亲身经历，但是不是太平洋。这些，或者你说很率性的说，男子汉最爱的旅行就是漂泊之类的，漂泊一下，自由之行。你们喜欢自由吗？有一家人叫明显，他带着一家4口，他的一双儿女4岁跟7岁。他们很高兴的想要来一趟环岛自由行，车子就开，跟孩子们宣布我们要来自由行，就是怎样请我们这一次呢旅行一定要快快乐乐。从台北出发以后往南，一路走的时候开始，后面的7岁跟4岁开始怎样？刚开始玩，你一下我一下，然后5分钟以后就开始怎样？你2下我1下，再10分钟之后怎样？啪啪。我们一定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刚开始是玩，然后兄弟怎样，或姐妹或怎样，像这对是姐弟，就开始怎样打起来。那个爸爸这里如果有做爸爸妈妈的就知道，刚开始要出门，我们都说我们要来环岛自由行，放轻松，多么的好啊！我要按照圣经所教导我的，
都要按照父母所教导的，我要用讲理的。刚开始就这样子。好，出发的时候他打，哎呀，孩子，我们要玩得高兴，不要这样子。再打10分的时候就怎样？哎，跟你讲，你有听呢？你听不？又不听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听到父母会讲什么？再不安静，你就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有声音？会不会有声音？可见你们都没有当父母的这个经验。我告诉你，挑战型的人会怎样？还是继续，但是那种乖乖牌的、忠诚型的这样，不敢讲，对不对？这一车里面有挑战型的，继续打他弟弟，而且越大越大。有人已经他可能有这个经验的样子，还是他被他弟弟打，继续打他弟。哇，他爸爸这下怎样？很生气了，开高速路停到旁边。其实高速路不能乱停，对不对？但是他真的火大，因为他已经怎样，已经冒火了，你知道吗？本来要很这个很理性的，本来要好好的说，没办法好好说了。下车以后，你们2个给我听好，抓下来。你们不好好听好，我就给你们留在这里。要不要听话？要不要听话？还敢笑？你简直笑，气昏是吧？有没有听到？当然就有那个笑的当然有那个弟弟是忠诚型的，吓都吓死，对不对？吓到尿裤子。哇！这下妈妈也生气，又说：“妈，你讲了，跟你讲的话是不是什么事？一趟自由行，愉快的事情变成这样搞得鸡飞狗跳，我一直骂好，上车。那个裤子都湿了，裤子脱掉啦，拖着上去。我上跟你们讲了，不准再讲话。下一站台中之前，今晚在头鱼。台中之前不能讲话，有没有听到？他才开始要上去的是高速公路的时候，那个挑战型的是谁？姐姐，爸爸，闭嘴！跟你讲不准讲，台中才可以讲话。继续开到台中的时候，终于可以讲话。好了，女儿，你刚刚想讲什么？我刚刚想讲。哥哥弟弟的鞋子在路边没有捡，爸爸这次这样又生气，你为什么不早讲？你不是说不能讲话吗？我很听话。哇，人生就是这样。到底要不要听话？在我们人生中，你或许会想，我可能需要什么？我可能需要指标。爸爸明明说自由行就是自由自在为什么不能自由自在讲话？爸爸说什么？爸爸说什么？自由行你不懂自由，你不要乱讲。自由行不一定怎样可以自由自在。爸爸在讲什么你会发现你人生中无可怎样遵循，讲的比较那种 Q 妈妈，怎么一下这样一下这样？我到底人生的路要怎么走？明明爸爸跟我讲，我努力读书，我考上大学，我就有好工作，那是20年前的事。现在为什么规矩变了，路标变了？这里有大学毕业的，连硕士博士满街跑。我的人生会是什么呢？我的人生只到台中，还是我的人生已到台南，还是我人生已经到了垦丁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是，我们的人生有没有路标？需不需要路标？你需不需要知道，我现在到底是到了桃园还是到了台中？你知不知道你的人生现在路标到哪里了？传道真的不知道。传道的第2个儿子上个礼拜5很伤心，因为他的很好的、很要好的一个女孩子，不是女朋友。但是常常可以跟他说心事的话。他上次鼻子开刀也来看他，很瘦、很健康、很开朗的一个孩子。星期3，生意是出事，跟他的阿姨，就是他的继母去看电影。看完《悲惨世界》之后，就很悲惨，是吗？因为他头很痛。他阿姨说：“走吧，可不可以等我一下？”好。
翻白眼。19岁，再过几天就20岁，送到医院的时候，脑中风。人生就这样到现在还没醒来。路标，到底人生的路标是什么？我到底现在到哪一站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的路标是什么？你往前了，你东南西北，你往哪里去啊？我不知道我们的路标在哪里。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路标在这里。神在你的心里，圣灵在你的心里，一直要引导你前面的路。他要让你很清楚，纵使你没有看到，但是你凭着信心，你要看见，你又引导一步一步往前走。你要看见路标，引导你走前面的道路。这个道路会让你怎样？让你知道你的方向会在哪里，知道你的未来是有盼望的。没有人告诉你，真的，你打开报章杂志，你打开你学校的教授，你问他你的未来在哪里？没知呀，因为他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只有神，他知道我们前面的路，他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因为他爱你。你属于他的。我们刚刚赞美敬拜有讲，我要将我自己献给神。为什么要献给神？因为我是属于神的。神爱你，神爱我们，他一定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他不会让我们在那边怎样绕啊绕啊绕啊。他不会让我们怎样像搭上什么云霄飞车一样，很漂亮，风景很美，但是我在那讲有往前吗？没有。云霄飞车只会怎样？不是云霄，就是那个什么摩天轮，只会原地踏步。你不知道你的方向，但是我们属神的，神爱你，神知道你内心的痛苦，更知道我们被绑住不自由的地方，我们不自由会让我们痛苦。在这个家庭里面，在刚才我说的这个家庭里面，就是我们那个一对明显的他的孩子，一个是挑战型的，一个是什么忠诚型。他就是怎样？他就是只会乖乖听话。他心中没有爱，他很恐惧。他爸爸为什么会这么脾气这么大？因为他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型？他爸爸是一个没有爱的，他爸爸是一个就是常常会想要助人的。可是他助人的人，他最后会变成什么？他会变成迫害别人，他会变成受害者。为什么呢？他一天到晚就是想要帮助别人，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他被帮助。他纵使凌晨3点人家打电话来，他还是要出去帮助别人。他没有变成没有自由。一个爱帮助别人有错吗？没有吧。可是你的目标只有帮助别人，你没有别的。你为了帮助别人而帮助别人，因为我若不帮助别人，我没有价值。那么请问这个人有没有自由？没有，因为他是为了帮助别人而帮助别人，所以纵使他的太太在那边痛苦，在他的小孩在那边需要他，他还是眼睛只看着他要出去，他要帮助别人。他是怎样的家庭出来？他的爸爸是酒瘾，所以他从小就想要帮助他的妈妈，让他的妈妈不要受到伤害。所以他一心一意，他就是成为一个要帮助别人。他的帮助别人变成去压迫别人，他变成一个不自由的人。在我们生命中，圣经中有谁也是这样子啊？是不自由，只想一直信靠他自己的信念而已。这个明显就是他自己有个信念，就是助人为什么快乐之本。扫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开始来读扫罗？因为《使徒行传》，我们将近会考就会讲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叫做扫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他对所有的这个圣经的教导，每一句话，像今天我们讲的经文一样，每一句话都是成为他的什么？他人生的这个要严守的，他每一句话他都不会走偏。他每一句话，上帝的话，他都走得好好的，严守律法，无可指责的人。刚刚我们读那个马可福音，也有看到这样法利赛人，对不对？这样法利赛人，他眼睛就是怎样守法，守摩西五经。如果你不守法，你就是错，
你错我就要抓你。所以谁没有手啊？马可我们刚刚读过，谁没有手？耶稣啊，在生日怎样？在主日怎样？在休安息日的时候怎么样？做工啊！所以他们就要把谁抓起来？耶稣，因为他人生的这个信念就是要守法，严守法律。哎，扫罗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年轻人，他热心侍奉上帝，但是他侍奉上帝是侍奉，不是神的心意哦，他侍奉上帝的什么法条？人生要怎么做才对？就像这个明星一样，这个家庭一样，我的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其他的都不用讲。他的人生变成他小孩子的压迫，扫罗也一样，他在压迫着人，许多的人，他对犹太的律法很热心，可是他却是怎样忘记了爱。我们常常热心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却忘记真正的是爱。那他就破坏基督徒，将他们下到这个监牢里面，甚至呢把他们怎样抓起来，甚至要把他们置死地。这最有名的是有一个人被石头打的时候，他还站在旁边帮人家看衣服。谁被打？对，司提反，他在见证上帝的爱的时候，却被人家石头丢，因为他们所见证的这个耶稣都不按照什么规定来。所以，当我们人生中传道要说，如果在你的人生中，你有一些路标，你觉得人生一定要怎样，没有这样子，我死定了。那么传道真的要说，你会死定，因为你就不自由。譬如，我一定要很干净，我一定要，我不能脏，我这个人不能，绝对不能。如果绝对不能跟真理没有关系的时候，我就要说，你信奉的不是上帝，你信奉的是什么？框架。我想，神要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真理里面？我们有没有在真理里面享受主的爱？这个扫罗他真的读了跟我们同样的这样的话，他把上帝的话当作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且把那个公义的典章，他说：“主啊，我一定要这样遵守，我必要遵守到底。”所以当他遇到耶稣门徒的时候，他受得了，受不了，受不了。我不知道你受不了是什么。如果有些人没有按照规定计划去写，他就受不了；只要有一点跟计划不一样，他就受不了。当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灰心丧志。刚刚我们在讲的这个明显的这一家人，他的女儿记得吗？他的女儿是这样挑战型的，跟他爸爸讲什么？爸爸，自由行为什么不能自由自在？所以他怎样挑战他爸爸？从7岁，从很小到他青少年的时候，所以他也是挑战他爸爸，因为他在这个家庭，因为他爸爸常常跑出去助人，这个家都没有爱，他妈妈什么都不敢讲，他在这个家庭里一天到晚就只看到一直哭的妈妈，一直出去的爸爸，所以他觉得没有爱，他一定要去外面找爱，所以找爱要去哪里找？爱从哪里来？有人开始跳了。从同学中，从异性同学中，从哪里？从人的那里。他从国小就开始交男朋友，他觉得这里可以给我爱，这里可以怎样在乎，但是他没有想到怎样人会改变。国小，他觉得可能这些人还小不懂事，好吧，我就再换一个。他可以怎样3天就换一个男朋友。到国中。他还在寻找爱，他觉得如果他长得也很漂亮，只要有人看我一眼就好了，看我一眼，看我一天也好。他变成怎样？天天在换男朋友，天天在找，这真的是爱吗？请问他有自由吗？没有，因为他被什么框住？找爱有错吗？没错，可是这个是真的爱吗？他被一个东西框住，他就不自由了。他被什么？想要有爱。所以他有一次他交的男朋友也是一样，上高速公路，
这一次她跟她男朋友非常的生气，开到她说不要下车。她男朋友这个好像在哪里演过啊？她7岁的时候好像也是演过，在高速公路下车下来她男朋友下来就开始吵，吵好了，好，有够生气的啦，进去，下了高速公路再让你下车，这好像在哪里演同样一出戏，对不对？所以车子也开走了。等一下，你不要讲话。她男朋友这样讲，在哪里也听过说你不要讲话，到下一站台中才讲，是吧？到台中，她男朋友说你要讲什么啦？我要说你的手机在车顶上。他手机在车顶上，然后车一开，手机怎样？飞了。我们会笑，这个会一直演同样的，这个叫什么？自找吗？有，好像听起来是这样。我想这是自我的应验，他的内心一直没有被爱满足，他一直用不同的方式在找爱。这个不是真的爱，真的，你相信传道？传道在今年我们要用真样少年，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真的来认识人的爱真的不可靠。那你要说传道，那我就不要结婚吗？不是，是因为我们还没长大，好吗？我们还会变，所以传道要说，如果你们现在才10几岁交男女朋友，要找爱，传道要说，你们一定会变。说传道，你怎么新年就没有给我祝福？说一定会吗？因为你会成长。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找爱，来找传道，传道来帮你找爱。如果你真的在生活上你有些什么困难，你来找传道，传道让你自由。如果你不自由，请你来找传道，因为在主耶稣里面有完全的自由。我们再回来看扫罗，他不仅自己遵循摩西的5经的律法。他还要求身边的人要遵循，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这个完美型的人。他呢，眼睛只看到什么？守律法。他从来没有想说这个指标，人生的指标指向哪里啊？指向他找2个字叫什么？律法。他原来以为的自由，他原来以为在律法中他可以找着自由，其实不是，变得让他更不自由。刚刚我们讲明显的女儿就是这样，她挑战型，她觉得我要自由，我要怎么样？为什么我不能呢？除了在男朋友身上找不到自由之外，她开始做什么？她开始吸毒，她觉得那样子她可以更自由。我们会知道这样会更怎样？更不自由。那么你会问传道，请问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啊？传道要说，自由就是在主里面，因为圣经说，在真理里面我们会有真的自由。主的灵在哪里，我们就会有真的自由。我不知道你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刚刚有听到冬之恋跟日光营跟这个神研班。我为什么不能在家自由自在睡到自然醒？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希望到营会到冬之恋来？我们9点就要来，而且要研经。你会发现在一定的程序中，我的生活可以自己来决定，这也是一种自由，对吧？我可以自由决定我不犯罪，我可以自由决定我不落在那些糜烂当中，我有自由不让我的寒假变得很无助、很烂，只能躺在那里，早上起来又后悔。所以我们越来越清楚知道，自由不是我自由自在，我过着糜烂的生活就好。自由是什么？我有没有属于谁呀？孩子，我们有没有属于谁很重要。我们若是属于神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有自由不去犯罪，我们有自由不要怎样让撒旦来影响我们，来限制我们。我想扫罗就是这样，他本来要来逼迫基督徒的，因为他认为基督徒这个弥赛亚这个是异端，跟他所学的不一样。他以为
为攻击拿撒勒的耶稣的这些人，这些，他以为要攻击这样子才是对的。结果他后来发现，他所相信的路标居然是错的。我不知道你的生命中，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你原来所排斥的那些东西，后来发现它是对的。刚刚荣贤有讲，我们原来以为这个东斯恋的自主学习好像不太可能，因为人都喜欢有惰性。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啊，原来我们去做做看。我们说主啊，你帮助我们，主会帮助我们，会有规律，会有在主里面真正的自由。或许我们也真的是像那个一样啊，说以前我们原先以为所想的是对的，可是后来却发现是错的。传道等一下会做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原来就是他很相信，从小他就认为他要在研究佛经，所以他在大学的时候他一定要读中文系，因为他觉得中文系才能把佛经读得非常透彻。他原来觉得是对的，是真的是对的吗？你有没有过这样子？你原来是感觉是对的，你感觉你应该要怎么样还应的？结果这些不见得是真正带给你自由。你有这样子的经验吗？我想这段经文在讲，我们如果不是在自由里，我们不是在真正的自由里，耶稣他要来救我，而且是按照他的话要来救我，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自由。所以我们呢，真的是只能依靠神的所带给我们的，我们的这些神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绝对不是只是话。如果你听了以后你不去行啊，这只是一个路标，绝对不是一个目标。我们人生的目标，就像刚刚传道讲，我的儿子的朋友才快20岁，他的人生可能已经走到终点了，但是是真的终点吗？好像不是哦。人真的死了就一了百了吗？如果我们要自由，是我们死以后，我们现在也要自由。我们如果是属于主的孩子，我们就能够有永生。我们要的是，我们要能够永生。我想，我们不是只有追寻路标，路标只是带领我们指向自由，让我们带领我们一直迈向，让我们是属神的，让我们是属主的，让我们的人生有意义，让我们的人生是有盼望，让我们知道要从哪里来努力，我们能够全力以赴，让我们能够不后悔。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这个而活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这些律法，父母给你的界限，或者是传道给你说，太小不要交男女朋友，那个爱不是真的爱，这只是路标。传道不是说永远都不要有一个可以爱的对象，不是，律法也只是暂时的，父母给你的界限也只是暂时，是让你去练习。让你的练习，你的心，让你的心可以真正得着自由，而不是那个现在那个为了自由而自由，你就反而是不自由的。那这些律法是短期可以帮助我们的，真正的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真理，我们就能够有真正的自由。我想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来说，我们因为有神，我们就有神的自由。从神那里来真正的自由。那我们在刚刚讲，保罗简单的讲，他是怎样？他后来被神摸着了以后，他真的就得着自由，因为他知道他原来所相信的是错的。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会考当中就知道，他后来甚至改名为成什么？保罗。他知道他原来相信的路标是错的，是让他更不自由，让他一心一意只想抓那一些信耶稣的人。后来他被神的光照了以后，他知道他回转。知道原来真正的自由是在神那边。好，那如果说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简单来讲，就是他是某某的华人，出生在台北呢，他可能信什么姓氏的，他会讲什么什么话，可见他是怎样。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原来是信佛教的但是后来成为基督徒。好，保罗如果我们用现代语言讲，他可能是这样子。传道要在这里做一个见证，你可以上网去找李雀美，麻雀的雀。美丽的美，李雀美传道就是很像保罗这样，但是她是女生，她一心一意就是要这样行善，一心一意就是要让人家信佛教，所以她成大的时候她读中文系，因为她觉得中文是很重要。
当他在这寻寻，他以为路标可以让他自由，他以为这个路标就是他的人生的目标，他发现佛教只是会让他越走，越修行越暗，越没有光。有一天，神的灵真的很奇妙，让他在痛苦、没有希望的当中的时候，让他看到有个十字架。他一大早起来，就沿着那个他所印象的叫计程车到那个路口，很妙。那个路口的牧师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有一个感动，跟他声音说叫他去路口去等一个人。就他站在那边，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一个愿意因为上帝的灵感动他而去的人，请问这是自由的人吗？有人点头，有人说啊，那我这样叫自由啊？是，如果你愿意顺服圣灵，圣灵现在要你做什么，纵使你很不愿意，你也说主啊，我愿意。传道要说你是自由的人。他去到那边以后，就计程车停在他一停下来，计程车就停在他面前，然后就走下来，李雀梅。他曾经还是慈济那个四股神的。有没有？慈济有一个广告，因为他中文很好，他甚至为了佛经还去日本留学。可是他心里被捆绑到不行，晚上没有办法睡觉，被神呼召，被神点醒，像扫罗一样的人。有机会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这样，有机会传道可以请他来我们的当中。他就对所有在佛教或者是在慈济里面，他更清楚人不自由在哪里。我想，只有在基督里面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每个人都是自由行。为什么？如果你是基督徒的，我知道有人要受洗，受洗感谢神，因为你将要有个自由之喜在人生中，因为你要再从微小信念的限制，像刚才的例子里面，明显是一个助人者，他以助人主义。有的人是以什么挑战主义，我就是要挑战你。我们要从这些限制、想法跟罪恶的懊恼当中，我们要被这样，这些都要破除，都要被释放。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说，因着神，我们有改变的自由。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信靠神，你有改变的自由，你可以选择的自由，选择来依靠神。真理是要叫我们得自由。让我们行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主，你知道这群孩子，你的宝贝孩子，在他们心中有许多被限制、辖制、不自由的。主，我们也说，我们可能像扫罗，原来以为人生所追寻那些目标、那些路标，我们信以为真，信以为可以带给我们自由。但是主，这些都不是真的。你知道我们还在苦楚中，求神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正在你里面得着真自由。谢谢你听见我们在心中的祷告。我们要说主，我们愿意属于你，求你帮助我，帮助我成为自由的人。因着主，我们更多认识真理。因着主，你说，主，你的灵在的地方就有自由。求圣灵进入我们每一个渴慕人的心。谢谢主耶稣，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我们自由愿意说，主啊，你差遣我们去的，我们愿意选择跟从，愿意成为行在主旨意里的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